年，诞生于拉萨蔡公堂，于第4世热振仁波切前受沙弥戒，进入甘丹寺夏孜扎仓学习五部大论。19岁的时候，在拉萨祈愿大法会期间，智者中立宗答辩，并在13世加瓦仁波切昂万洛桑土登嘉措跟前得到全员学处比丘戒，同时进入吉祥上密院学习。1921年考取格西拉然巴赤江仁波切字，7、8岁时就得到帕崩喀上师摄受后，依止上师等诸多大德，广学显密教法。1933年，第13世加瓦仁波切圆寂，赤江仁波切与林仁波切等一起造加瓦仁波切金身舍利塔。赤江仁波切在主持弘扬圣教方面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现在国内外主持弘法的大德高僧，大都是仁波切弟子，如加瓦仁波切、永嘉仁波切以及圆寂的齐竹仁波切和拉仁巴等。仁波切41岁时与林仁波切一起担任神圣雍曾职责。赤江仁波切是格鲁派当代一位具足教正功德的仁波切，其殊胜广大，持教事业言语也难表其详。仁波切足下弟子遍及甘丹教法每个角落，可谓是桃李满天下。几乎所有近现代的前藏格鲁派高僧大德都曾于上师足前受教。仁波切生前曾经被要求常住，他当时答应释迦牟尼在世间示现，活了多少年，我也住多少年。后来仁波切果然在81岁那年逝寂，赤江仁波切圆寂后火化，他的心脏无法烧掉，眼睛、舌头、心脏落在一起重叠着，成为很坚硬的东西，形状有点像仁波切自己侧身做一个说法印的姿态，如果拿来摇会发出声音，如果擦拭会出现光泽。现在这个像还在甘丹寺的赤江拉章一个塔里，允许朝拜。仁波切戒律境界，修正高深，纵然在往生净土前弥留之际，仍然持诵供养上师仪轨与圣乐愿，发弘誓愿，吩咐惹堆曲旺仁波切与夏孜堪布拉底仁波切2位关于遗体的处理事宜，交代管家后事，并交私人秘书达惹往印度卢布1万元做大供养，托其协办丧事。赤江仁波切于1981年逝寂，仁波切以半生之岁月恪尽师长之责，从藏文字母教读至显密教法之完整传承，如凭注水，现与加瓦仁波，对3大寺僧学教育亦做出